霆鋒瘦晒，柏芝喪喊。果然係錯王，幾時都咁創。喺大馬拍緊逆戰嘅霆鋒，尋日朝10點幾由酒店出發去開工。腮骨現形好潮水喎，睇嚟婚姻危機令佢大受打擊。有冇同阿柏芝通過電話？仲連嘢都少講，去到現場亦只顧拍戲。咦，冇戴結婚戒指嘅，驚做嘢阻住除咗，定係？佢人唔喺香港，阿媽拉姑就借查小欣電台發工，身邊老友出招放風狂插柏芝，數柏芝霸霆鋒家產，倒貼娘家。消息曝光後，柏芝居然離奇平靜，一啲都唔似佢作風。如果佢想講嘢，大把平台俾佢申訴。有傳其實咁都係因為柏芝仲好想挽救呢段婚姻，唔想因為一時意氣搞到件事冇彎轉。喺深圳開緊工嘅佢，有傳鏡頭前同霆鋒一樣專業，但都一度情緒崩潰嚎哭，手上亦都冇戴戒指。尋日一度傳柏芝發爛提出離婚，並以退為進 SMS 傾分居。之後夜晚仲忽然話英皇發聲明宣布離婚，但英皇高層 Manny 已經否認有咁嘅事。姑且唔講佢兩個跟住點，但而家已經兩敗俱傷。